真不知道有这么一出哎。哎。老兵应该往那个方向消失的。别犹豫，走。班长，是我们。哼，鬼鬼祟祟的，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跟踪我们啊？班长，这不叫跟踪，这叫偶遇。我们也是找到这条路了，对不对？对，本来是跟着来着，后来就没跟着了，然后就碰到了嘛，这也是算缘分。行了，别瞄了，没人嫌弃你们。那两个呢？啊，刚才发生了一件有味道的事情，他们俩暂时走丢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一会儿会把他们找回来的。拉野屎去了。还是老兵有经验。不用担心，他们两个身上都带着红色按钮了，熬不住了一按，有人救他们，踏踏实实的。见到你们就踏实一半了。班长，手下留情啊。行了，算你们幸运。啊，遇着个风水宝地，一块儿凑合一宿吧。啊，允许你们休息3分钟，让我把他俩找回来。连帮，连帮，小子跑哪儿去了？连帮，连帮！哎，子枫，我这儿呢，萌萌。哎，哎呀呀呀！哎，啊，跑哪儿去了？我这不找你去了吗？找我，我不是让你在这蹲着别走吗？啊，拉屎把自己拉丢了。我是找你的时候，我找迷路了。哎，行了，我也走丢了。那，叔爷，哎，什么意思啊？呀得空的我呀问呐，这行了，别闹了啊！什么时候了？下周都已经走远没影了。你看看这片树林子啊，天黑之前走不出去，咱俩全完蛋。走吧，没心没肺的。一起走，啊，回来，怎么了？回来。快走吧，着什么急？慌什么慌啊？看看这个，我跟你说，我要干一件大事儿。大少，你说在这种有限的补给、极限的体能状态下，这帮新兵能挺住吗？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吕征同志还有这么柔软的一面呢。放心吧，咱们的保障队就在四周，伺机而动。只要有人按下这个放弃按钮，救援队就会立刻出现，人身安全绝对会有保障的。咱们旅还是想得很周到的，放心吧。联邦。哎，用我手套。
快！什么？啊？连报！连报！连报！联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连邦，没想到你这个老农民还会开车啊！嗨，这就是你们城里人见识短了吧？啊？你以为我们现在放羊了？啊，还都骑驴呢？在我们那儿啊，这种车是不是个个都会开，知道吗？哎，你能不能慢点开？心肝脾胃肾都被你颠住。我不，好久没有这么奔放了啊！我跟你说，哎，这猛士啊，你别说，真有哎，那跑起来有一种呜呜的啊，回到故乡放飞自我的感觉啊！啊，哎，是谁把咱们翻了身呢？是谁把咱们的一解放嘞？邦邦啊！你说，这事咱俩是不是干的太过分了，欠考虑了啊？哎呀，你说接下来部队，你想太多了你啊！我跟你说啊，这按钮是不是是我按的，对不对？这车也是我偷的，跟你没有关系是吧？咱们现在就应该唱起来，哎！连邦，连邦，这不是连长的声音吗？是啊，哪儿呢？连长，连长，连长想，看没看见连邦和易子梦这两个孽畜？没有，之前连安帮去开了个大，然后我们就走散了。我们怕他们危险，所以去来找他们。连长，你也在找他们？这两个家伙谎称说有危险，摁了红色按钮，我好心过来找他们，结果这两个小子把我车给开走了。哼，连安帮还有这个？等让我抓住这两个小子，我就让他们知道危险是怎么回事。连长，要不我们先去待机库吧？待机库。哎，班长，哎呦，几位都在这呢。连长，哎，没事，坐，吃你们的，没事，坐，你也坐，班长。班长，你坐，吃吧。你这怎么过来了？有一个臭小子按求救信号，我过来找他，结果人没找着，把我车给开走了。谁呀？联邦。瞅啥呢？咋的呀？老同志，吃点好的不应该啊？应该是应该，但是我就觉得吧，既然是比赛，
是不是得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了呀！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找联邦去是吧？咱们连那些庆功宴还有那些好东西都在他开走那辆车上。弄完了啊？这东西肯定没了。没了？卖了呗。卖了还能给？哎，同志们，恶劣的条件给大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啊！组委会知道大家都躲在这里，出于这个物资的紧缺，所以组委会呢特意安排我和这个易子梦同志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便利的食品，品种非常的丰富，哎，价格呢也非常的公道。来，靠过来，哎，靠过来，来啊！对着，来，跟上步伐啊，啊！来，可以开始购买了啊！哎，咱这不是比赛吗？怎么比赛还可以买这么多食品啊？哎，我说联邦，你不本身也是选手吗？怎么跑来给大伙卖东西了？哎，别乱，听我说啊，我呢，之前确实也是一名参赛选手，我按下了这个红色的按钮，哎，我放弃比赛了。连长一知道这个情况，啊，那就物尽其用，给大家送一些吃的嘛，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燃眉之急，好不好啦？啊，你这车上的东西是你的还是连长的？就是。哎，说什么呢？啊，连长怎么可能来卖食品？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在这种紧要的关头，连长能禁着这些什么坚果呀、饼干啊、矿泉水啊拿过来贩卖吗？啊，不是这人，知道吧？这是连部的，这不是考虑到这个条件非常的恶劣吗？让大家补充，让大家补充一下呢，也不能白补充。这个回头这个连里的账啊什么的呀，杂七杂八的，是不是该对的也得对上，该走的也得走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啊，什么价钱进的，什么价钱卖给大家，啊，我这个物品啊不是特别的多，哎，你们呢还不能都买光啊，待会儿我还得到下一站接着卖，懂不懂？别乱，哎，一个一个来啊！你需要点什么？给我来包坚果。哎呀，老铁啊，我就知道你有品味。这个坚果，哎，没有任何添加，既补充了能量，还不长胖。安邦啊，但是我们出来比赛，身上也没带钱，你看。行，这样，易子梦，来，你给大家把账先记上，咱们回头一块算，好不好？来，得到那儿记账，易子梦记上啊！来，过来，安邦，我也要2袋坚果。哎呀，水拿好，坚果等你啊！来个罐头，坚果罐头。这是你说的，只要能赢，不计手段。看见了吧？他们这会儿都会上餐了。这有什么？真打起仗来，能活下来才是本事，不是吗？是，能活下来就是本事。可是他把偷过来的东西给卖了，你觉得合适吗？哎呀，这事要是别人干的，我肯定得气疯了。可正是因为是林安邦干的，我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了。不过，该给他们点苦头吃，他们还是躲不过去的。王俊，慢点啊！长途拉练，老兵们的规矩就是，凡事5、6成饱，周水也是一样。是，只有这样，技术才能长留，才能有能力应付特情。就是特殊情况。还是老兵好，新兵都愿意跟着老兵，准没错。这几个老班长岂止是好啊！就说我身边这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司机，导弹车司机，老司机。连长，开导弹车很复杂，很复杂吗？哎呦，你看啊，一辆导弹车10几米长，中间还夹着个导弹，你根本就看不到反光镜。假如说你正常的走直线，那还可以，那万一要拐个弯呢？或者你要掉个头呢？或者你拐弯掉头，在一个大雾或者极端的天气下，你开一开，你试试行不行？那马路就4、5米宽，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这人不经夸了，少说两句。这怎么能是夸呢？实事求是呢，班长。没你说那么复杂，这熟练工开时间长了就都可以。这绝对不是熟练工啊！给你们讲一个典故。几年前，9道湾路面上塌方了，车就卡在崖壁的路口，你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司机能把这车给他弄出来。不，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叫老狼。嘿嘿。啊，我记着呢啊，当时是我通知的你，你在那车队正训那学员呢，是吧？那可不是一般的心理素质，碰着谁都得哆嗦。也就是他稳稳的往那一坐，面不改色心不跳，稳。哎，我这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这是没让你们看出来。不，这个哈，是我们2期英语的典故，你们说牛不牛吧？行了，真的换个话题啊。你那车还丢着呢！哎呦，班长，你看你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这真行。连长，其实我一直想问你，这联安帮算是弃权了吗？这何止是弃权呢？我告诉你啊，他怎么给我吃进去的，就怎么给我吐出来。哎，连长，我一想那小子不会捎带手把你那车也给卖了吧？真是的，敢！哎，行了，几位班长，我呀叫辆备用车，我还得赶到咱们的训练基地去。你们几个都担待了啊，我走了。别走啊！拿到菜锅。哎呀，不用，你们吃吧。你们2个臭小子啊，自求多福吧啊！你大晚上注意点安全啊！知道了，好嘞，走了啊。去啊？我得去救李安邦。为什么呀？如果他被淘汰了，就没有办法去长老村了。他去不了长老村，是因为他没遵守比赛规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他们不能完成比赛，那么比赛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凭着我的记忆，我能知道李安邦可能会出现在这几个地方。如果他开车，一定会经过那几条道路。你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一个大门。
太主，到底要去哪儿？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算，根据季风风向、河流河道流向、废弃洞后的开口方向，还有口径的推算，我简单算了一下，刚才那个废弃的洞口应该是东风161的发射阵地，因为大型的导弹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刚才的大门。按照常规的设计，既然那个地方有一个出口，它附近一定隐藏了很多的通风管道，而且这个洞窟一定延伸到了河流的彼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运输的距离。所以结论就是，只要我们找到通风管道的出入口，就能够进入到洞窟。只要进入到洞窟，我们就能够到达河流的彼岸。你这个想法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相信我，跟我走，没错。现在就能走。你把我们车偷走了，我们开回去，这不过分吧？一会儿他们要是问起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你看，我说的是对的吧？打把手。确定吗？走。你说这通风管道味道可真够难闻的。这都封闭多少年了，突然打开，当然味道不好了。有的时候啊，还真是挺佩服这些工程兵的。你说这么庞大的项目，怎么建成的呀？一代一代的人啊，你知道修这个代金库有多少人常年在这个地下？先过去。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啊？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之前老兵肯定把这里打扫得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你还真以为有几个家眷突然冲出来了？你快闭嘴吧！作死啊！走，去那边看。我觉得这儿原来是个储物间。那边。来。就你们2个人啊？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我叫夏卓，他叫王俊。班长，这什么地方？你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伪装管道，这里曾是334旅的待机库，现在归咱们270旅，移防以后全部接管过来。这只是咱们庞大地下库的一个分支而已。恭喜你们找到了这次通往号手选拔营的唯一近路。你们从这儿可以照原路前行500米，在风洞的岔路口向左，那个地下通道直接穿过山区，到达第2天任务末端 B 点。哦，这是270的地下城。对，地下城很大，这只是一块儿。哎，班长，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吗？不然我站这干嘛？夏卓，你信不信？有的时候啊，不是你能力有多强，而是你的命真的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这叫什么命好？这就是狗屎运。哎，你知不知道，原本我们3天的行程，现在已经至少结束少出来1天的量，而且这儿啊，水和食物补给充足，我们可以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早上再出发。还有500米，前面应该就是了。你去哪儿？我还是要把林安邦和易子梦救回来。夏卓，我知道有一句话你不愿意听。我只是觉得吧，越到重要的关头，兄弟就更重要。一个人，他只想着自己的胜利，而不顾别人的生死。就算他赢得比赛，他也只是一个孤零零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英雄。没有朋友，没有兄弟，拿了第一又怎么样？这事儿啊，以后咱别聊了。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我认为这是比赛，没有什么轻不轻易的。我们站在一个这么近的路上，胜券在握，有绝对的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就一定能拿第一的。
去拿你的第一吧。你要不这么想，也就不是欧阳俊了。可按你的道理，你应该把所有人都接回来才对啊，所有人都是战友。可这是比赛，我也不是超级英雄啊。只能说，我们对比赛的定义不一样。班长，我要离开这儿，去救我的2个好兄弟林安邦和易子墨。你现在几乎是第1名，你现在出去，你会后悔的。班长，这个第1名我当过太多次了，我想换换，第2名也无所谓。你可别后悔。班长，我不会后悔的。我早就听说有个兵叫夏卓，特别讲义气，头脑很聪明。我今天才见到你，你可以走了，但是规则我告诉你，你走了之后就不可以再回来，而且这个点位，其他人也不可以再来。你出去之后，不可以把这个点位告诉场外其他人，否则会失去本次选拔的公平，请切记。喂，谁啊？是谁？我问你，你是谁啊？夏卓。嗯，杨班长。哎呀，你吓死我了！还吓死我了呢！冷不丁出来，枪！哦，边上。哎，班长，你们也找到这地儿了？我们这儿有风水先生啊。你王馆长。一看这有大门，就知道这有通风管道。有通风管道，那肯定有待机库啊！有待机库，我们这不过去了。别聊了，这还憋着3个人呢，空气特好啊！哎，小周，你先让让，往后退点，我们几个赶紧过去。里边确实是待机库，但是我现在着急出去救林安邦，要不几位班长，你们往后退一退。什么？往后退？我爬了10多分钟，我才爬到这儿，你让我往后退就往后退啊！你个新兵往后退，让我们先过去。我是可以往后退，可是里边的班长说了，我只要出来了，里边的位置就暴露了，不让任何人再进去，因为这涉嫌我告诉别人。你这是拿起嘴来就敢说啊？这儿这么多人呢，就你一个人聪明，能猜出来这是通风管道啊？我们这些老兵都是吃白饭的啊！少废话，往后退。你就先往后退，你先出去一下，你让我们3个先过去，过去以后你再去救林安邦、救易子墨，你救谁都行。快点！那个小夏是吧？是啊。你看看我们这几个老胳膊老腿的，实在爬不动了，你照顾我们，退退啊！我也是爬了好久才爬到这儿，要不几位老班长，你们发扬一下精神，你们先往后退。哟我去，我们一直跟你弹琴呢，能不能往后退啊？一个比4个，我们4个人的兵龄够你活2回啊！别说了，好了，你让边去，我过来掐死他！你过得去吧你过，你让让，陈浩峰要过去。哎，这枪杆当头上了，干什么呢？帮忙！刚才发生了一件非常邪门的事儿，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哎，什么事儿啊？来不及解释了，赶紧收拾东西。好。
哎，你俩这鬼鬼祟祟的要去哪儿呀？啊，那叠下被子，练一练，练一练。我主要是那个，这不是去下一站卖东西吗？哎，李元宝，你那车哪儿去了？车都没有，上哪儿卖东西啊？哎，连帮，车呢？啊，对，那个啊，没事啊，那个我和联邦还有别的事儿，你们该睡你们睡你们的啊，睡吧。对，哎，你们睡。骗谁呢？不是越想心里越没底。你们东西到底哪儿来的？到底是连长的还是连部的？就是啊。哎，李安宝，你不会是做了什么违规违纪的事儿，然后拉我们兄弟们一块下了水了吧？说什么的啊？咱们都是革命军人啊，咱们就违规违纪了。我这不是偷了连长车，你在偷连长的车。哎，等会儿，好吧，我解释。哎，先别动，我跟你们解释。兄弟们，干他！哎，干他！连长的车，轻点头的。瞧你们。我告诉你，我现在一夫当关啊，你现在生命危险，到时候老陈过来要掐死你。你就赶紧往后让一让，你让我们先过去，好不好？几位老班长，我真的没有骗你们，那里边的班长确实是说的不让进，就算你们进去了也算无效。你们想想，我这还是先出来，然后再碰到你们，我这理儿我都说不清楚。就算无效，就先让我们4个先过去。然后你再去救林元邦、救一子梦，你救谁都行，好不好？你有这说话功夫，我们都过去了，我们都。这飞车进干嘛呀？几位老班长，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啊，你们是不是会做跟我一样的选择？对不对？对不对？老陈，如果换成是你，你怎么办？算了，别煽情了。就怕这时候煽情了。退，大家一块儿退。退。谢谢班长。哎呀，我这腰不行了，这是要了我的老命。陈老方，都是你心软，我真是见功。腿呀，通道里硌了一下，没事吧？没事。膝盖都不舒服那个。出来，等一点。不好意思啊，几位班长，因为我暴露这个点，让你们没有办法走近路。你们赶紧上路吧，我去救林安邦他们。你一个人去啊？你这个事儿，要不让我们老哥几个知道，那也就算了。你让我们知道了，你就不能自己去。这不合适啊！我看了一下地图啊。地图上面说这条河是1分为2的，但是根据我对地形的判断，这条河是1分为3的。现在林阳邦在这儿，B 点在这儿，我们要救完他再绕回来，这很耽误你们的时间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吧。你一个人能力够吗？没问题啊，我能行。行了，别啰嗦了，必须得救，马上就走，快！拉上去吧。走。哎呦！出发，快！